继续来到新北市，这个福隆沙雕艺术季是解封了后头一个大型的户外活动，已经有超过6万人次去看过了。其中上届受到注目的沙雕，就是防疫国家队。今仔日防疫的指挥官陈时中，甲交通部长林佳龙来到现场，甲国家防疫队的沙雕顶头的喙罨甲护目镜甲剃掉，象征疫情平稳。 国内解封，正式来迎接到7月初1的安心旅游。若针对日本迄位女学生来确诊，但是中讲，伊相信这个社区内还佫有零散的感染源甲稳状的案例。但是台湾的体检会当讲是全世界当中正正确的，所以国人唔免担心。接口罩。 疫情无遐尼严重啊，国内解封，毋那是阿中部长甲喙罨摕落来，伊嘛亲自到福隆沙雕艺术季，摕即个含家己做成的沙雕，甲粉红色喙罨摕落来，而且嘛算是安心旅游开始啊。接口罩是简直都在海边了哈，大家在有社交距离的情况可以不用戴，那平常还是要戴着哈。沙雕和本人比一个，实在是有够神的，这是国家防疫队的作品，足侪人拢想这要和伊翕相的。阿中部长嘛已经50年毋捌来福隆啊，趁这个机会当头前开咧。解封了后，台湾各地拢有旅游的人潮，当然对咧来的就是塞车的问题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对这方面有伊的回答。整个脉络，好，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国人来帮助我们，好，一起能够改善塞车的状况。我们会检讨高承载，的一个管制时段，然后跟路段，再来就是。 这一个差别汇率，疫情无遐尼严重啊。第2阶段的安心旅游7月初1就要上路，但是中医讲，虽然台湾离防疫这方面做了袂歹，但是袂当完全排除任何社区的风险。想要零确诊，就袂当疏忽失决策。